綠油雅苑同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今日都截止申請，兩項申請都超額。100億資助換舊柴油商業車計劃，有車主話有資助都太貴，政府就話難以讓步。埃爾及利亞軍方營救外國人質行動造成多人死亡，有消息話死咗30個人質。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房委會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計劃，以及係房協嘅資助項目綠油雅苑，今日都截止申請。兩項計劃嘅申請都超額，單身人士嘅申請都超過60%。唔少市民趁截止之前去到樂富房委會嘅客務中心遞交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計劃嘅申請表。有市民話係幫個仔碰下運氣。如果得嘅話，到時睇下個情況，都唔一定話買嘅，因為佢而家都升得好貴嘅，二手市場好貴，所以我佢話要我咪即願幫佢，咁當然都要幫佢首期。亦都有人同時申請房協嘅資助項目綠油雅苑，希望總有一個抽得中。坦白講就一定係綠油雅苑嘅，因為始終都係新嘅，即係新起嘅地方咧，唔係二手嘅，始終個感覺都係會好啲。但係喺呢個情況下，供不應求嘅情況，我哋唔要求得咁多咯。而喺大坑房協辦事處外面，一度出現綠油雅苑嘅交表人龍，唔少人以單身人士嘅資格申請。就算計呢個項目平咗，都係困難咯。對於我嚟講，都會擔心，但係有20幾歲嘅年輕人及時趕到交表。其實都擔心趕唔切㗎，所以一路都跑過嚟，所以喘大氣。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計劃有5000個名額，當中500個分配俾單身人士。綠油雅苑就有988個單位，99個俾單身人士。兩者嘅家庭入息上限同資產限額都係一樣，但係單身人士嘅入息同資產限額，綠油雅苑就高少少。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計劃，截至下晝5點，收到超過3萬份申請，當中19000份係單身人士申請人。5月中會公佈第一批抽籤結果。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林超儀而家仲喺樂富房委會客務中心嘅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7點就截止申請啦。現場情況係點呢？方輝啊，仲有唔夠半個鐘頭咧就截止申請，有唔少市民呢都陸陸續續嚟到，趕喺最後一刻之前呢交表㗎。咁剛才呢同一啲嚟交表嘅市民傾過，咁佢哋話呢都知道呢今次嘅申請呢都相當之踴躍，咁相信呢抽得中嘅機會呢都相當之渺茫。不過呢，反正喺私人市場呢都買唔到樓，嚟交張表呢都當係換個置業嘅機會。咁呢其實呢，就算呢一次呢買唔到呢個資助房屋呢，今年內仍然都有買資助房屋嘅機會。咁當局早前呢都宣布過喺今年年初呢會推出埋呢喺天水圍嘅800幾個剩餘嘅居屋單位。咁呢我哋會繼續喺度呢跟進住最新嘅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有地產界人士就認為當局兩項資助房屋計劃都超額認購，反映社會對房屋嘅需求大。行政長官梁振英話會密切留意外圍經濟環境對樓市嘅影響。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計劃以及房協嘅綠油雅苑兩項計劃都超額認購。有地產界人士話顯示住屋需求大，唔認為樓價同市民購買力脫節。如果同購買力脫節，應該冇人買㗎嚇。咁而家買嘅呢紮其實已經唔係大陸人㗎。咁香港而家咧就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年青嗰代咧，其實啱啱出嚟咧，其實係工資亦都唔係好多升職機會亦都唔係好強，不過佢哋嘅父母可能有好多積累，咁所以而家咪幫緊啲細路去供樓咯。對於施政報告被指缺乏針對樓市嘅短期措施，施永青話樓宇建築期長，措施要等3至5年先至有成效。如果我要寫份施政報告，我去邊度攞地，用咩方法，最後攞到幾多，我自己都係做到咁上下嘢嘅啫。咁我覺得即係70分都係一個恰當嘅。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港台英文節目嘅時候被問到，如果之後美國加息，會唔會出現供應過剩，重蹈97年8萬5嘅覆轍？佢話會保持警惕。The 1997-1998 crash
of the market wasn't really due to oversupply.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that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t Thailand on the second day of July 1997, and it hit Hong Kong, and not just Hong Kong, but also other Asian markets. Well, we shall remain vigilant, and therefore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last 6 months, government has been taking measured steps. We are mindful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States and in Europe. The economy slowing down on the mainland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any possibility of interest rate hike might bring market adjustments. So we are being very cautious. 佢又指希望建立土地儲備，預留將來發展。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施政報告被批評係違反競選承諾。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解釋，梁振英要花時間了解政府嘅程序同協作嘅方式。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後，被質疑冇落實到競選政綱。佢出席港台英文節目嘅時候，就被問到競選時唔支持興建焚化爐，同依家嘅立場唔同。梁振英話翻查記錄，指當時唔係咁樣講。What I said then was that we'll try our very best to reduce solid waste at source,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use incineration, which would be a last resort. It's interesting that you had to check your own. You had to check the recording to see what you had said, because people did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were against the incinerator, and now you're for it. Well, as you said, it was an impression, and that's why I had to check the facts. But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So you've never been against the incinerator? No. I said it would be a last resort. It isn't just a question of having or not having incineration. It is also a question of the volume of waste that we put through incineration. So incineration or not, we should reduce the volume of solid waste at source.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港台另一個節目嘅時候話，梁振英有花時間了解政府嘅流程，包括由公務員落實嘅時候會遇上啲咩困難。因為畢竟咧，佢就係唔係喺政府工作嘅人士嚇，咁所以佢亦都係採取一個相當客觀，亦都係好開放咁去聆聽究竟公務員喺執行佢哋日常嘅工作，特別係回應佢希望從施政嘅目標達得到。有啲咩實際嘅困難？當然我唔係話佢嗰個知識水平唔夠高啦，但係畢竟你唔喺政府做慣呢，可能嗰啲程序啊，或者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作呢，係佢要加強個認知。有公務員團體就話，公務員團隊同梁振英唔存在磨合問題。其實就係個問責團隊，包括特首同埋啲司局官員啦，佢哋係嗰個係制定同埋推銷政策嘅。咁然後公務員呢就係按照制定咗嘅一啲政策咧去執行政策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公務員會喺乜嘢環節係會同特首咧有一啲唔磨合嘅地方。佢又希望政府推行政策嘅時候，要多啲關注係咪有足夠嘅人手應付。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報導。施政報告提出用100億資助運輸業界更換舊嘅柴油商業車，有車行預計生意會增長2到3成。不過有車主認為資助之後嘅車價仍然太貴，政府就話難以讓步。我先睇下業界點樣講。施政報告提出資助業界更換柴油商業車之後，有車行隨即收到唔少車主嘅查詢，預料柴油車嘅銷售會增長2至3成。今次嗰個增長咧，主要就係因為佢嗰個政府嗰個補貼啊，係力度比以往係最大嘅啦。今次嚟講嚇，咁另一樣嘢咧就始終咧佢啲車嗰個維修保養費好貴，每一年都需要去驗車嘅時候咧，如果維修保養費啲零件費好貴嚟講咧，佢哋都會考慮去換車咯。商機大，競爭亦都大，有車行就話會透過延長保養期、加強汽車嘅裝配、提供買零件嘅優惠嚟吸引車主幫襯換車。阮生係貨櫃車嘅車主，有16架重型柴油貨櫃車，當中屬於歐盟2期以前嘅7部車，新政策之下最多只係能夠用到2016年。
呢批車嘅車齡去到20至到25年，按規定換新車即係獲得車價1/8嘅資助。如果換同樣噸數嘅歐盟5期新車，車價係657000蚊，資助額有11萬幾。換言之，年稅每部車要俾58萬幾，一次過換7部車就要400幾萬。你每架車你都要供翻成萬幾蚊落去。咁如果我要再繼續做嘅嗰7部咁嘅舊車，我要換晒7部新車，即係我每個月我要俾多成700萬或者10萬蚊去供呢一紮車，咁係咪仲更加吃力咯？佢批評政府將空氣污染嘅責任都推到業界身上並唔合理。無線電視記者陳嘉報導。咁對於有業界指資助額唔夠，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認為金額水平合理，但可以同業界商討優化空間。老舊商用柴油車一直被指係路邊空氣污染嘅元兇。施政報告就提出提高淘汰歐盟3期或以前嘅柴油車嘅資助額，資助額係新車應課稅值價嘅1去到3成不等。如果只係劏車註銷舊車而唔買新車，資助額只係得1/8，被業界批評係太低。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就話：資助金額合理，難以讓步，但係會繼續同業界溝通。你要理解而家嗰啲車過去純粹自然鼓勵嘅措施咧，係新車價嘅18%。而家今次嗰個所謂個特惠補償咧，係已經係比過去咧係高咗一個唔錯嘅一個比例，所以大家要明白呢方面咧係已經有一個進步喺度。當然啦，我哋都會同業界保持溝通，睇下佢哋點樣能夠係俾到一個更加好嘅過渡期。被問到會唔會起焚化爐嘅時候，黃錦星就話：特首梁振英從未講過要取消起焚化爐，但係會以減廢為先。當局會草擬減廢藍圖，喺今年首季交代。無線電視記者陳嘉報導。非洲阿爾及利亞天然氣田挾持外國人質事件，軍方營救行動結束，造成人質傷亡。不過死傷者人數信息混亂，有傳媒引述阿爾及利亞安全部門消息，只有30個人質喪生，另外至少11個武裝分子被殺。幾十個天然氣田外籍員工被挾持超過1日，阿爾及利亞軍方出動多架直升機同坦克攻入天然氣田展開營救。路透社引述消息話，直升機首先開火，再由特種部隊攻入。被武裝分子挾持嘅人質嚟自至少10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挪威、日本同馬來西亞等。阿爾及利亞官方話，營救行動已經結束，並造成人質傷亡。路透社報導，被殺人質包括嚟自英國同菲律賓等地，亦都有部分人質成功走甩。有生還人質聲稱，政府軍將4架運載人質嘅車炸毀。阿爾及利亞政府強調，指武裝分子企圖轉移人質出國，被迫採取行動。美軍曾經話願意提供支援，但就被拒絕。而涉及嘅國家都話，阿爾及利亞採取軍事行動前並冇通知佢哋。美國曾經派出無人駕駛偵察機到出事天然氣田附近監察。美國總統奧巴馬同英國首相卡梅倫就事件通電話，而卡梅倫宣布押後外訪，留國處理人質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都提早結束東南亞3國訪問行程，返回日本處理人質危機。天然氣田位於阿爾及利亞東部沙漠地區，係當地英國同挪威合資經營。星期三清晨，一批武裝分子進入廠房挾持大批員工。武裝組織早前話係要報復法國對馬里北部伊斯蘭武裝嘅空襲行動，以及阿爾及利亞政府容許法國戰機飛越當地領空。不過有情報顯示，武裝組織早喺法國軍事介入馬里局勢前已經開始策劃襲擊，目的係威脅阿爾及利亞政府釋放被囚禁嘅同黨。無線電視記者封艷明報導。有社陣翻嚟仲會報導，初一花車巡遊沿途唔會設觀眾席，留翻多啲企位俾市民同埋遊客觀賞。In your opinion, was it humanly possible to win the Tour de France without doping? 7 times in a row. Not in my opinion. 岩士堂首次公開承認服用禁藥，向公眾致歉。翻嚟新聞時間。
旅發局連續第18年喺年初一舉辦花車巡遊，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0萬人觀賞。而今年嘅巡遊路線沿途唔會設觀眾席。旅發局主席田北俊話：蛇年大年初一晚，36支嚟自世界各地嘅花車同埋表演隊伍將會參加由旅發局舉辦嘅花車巡遊。咁主題係開心香港環球派對。為咗加強宣傳，旅發局撥出1/3嘅製作費，即係1500萬蚊作為推廣用途。巡遊最大嘅改變係觀眾席嗰度咧，就係沿途咧我哋係取消咗㗎啦。除咗喺個文化中心嘅廣場嗰度係有2000幾個位咧，其他啲位咧就係取消咗，因為我哋計過數咧，就如果留翻多啲企嘅位俾啲市民企，咁我哋啲音響設備啊同埋燈光嘅設備啊都可以做得好啲。為咗加強節日嘅效果，旅發局今年會加強巡遊路線嘅燈光同埋音響效果。旅發局預計巡遊將會吸引大概10萬人觀賞。表演隊伍將會由香港文化中心廣場出發，沿住廣東道去海防道，終點係喜來登酒店。無線電視記者陳心怡報導。市建局計劃重建長沙灣一棟超過50年樓齡嘅工業大廈，將會發展成為寫字樓，最快2019年落成。計劃重建嘅係長沙灣汝州西街永康工廠大廈，樓高10層，建於1962年，涉及40個業權。市建局評估過，認為大廈日久失修同有僭建物，合乎重建嘅標準，會根據物業市值同工業樓宇嘅特惠津貼，向業主提供賠償。2個月之內呢，係俾受影響嘅業主同埋經營者呢，就係表達佢哋嘅意見嘅，會唔會係佢哋會叫價高定低咁樣嚟會唔會有影響呢？當我哋個項目呢係要發展局局長批准咗之後呢，我哋先至會呢係出價嘅。咁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哋即係而家嚟講呢係即係太早呢係講話嗰個物業嗰個市值交嘅價係幾多嘅。大廈法團主席話：呢度市值嘅尺租大約係12至到15蚊，希望市建局嘅收購價可以達到實用面積8000至到1萬蚊一尺。收購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問題即係比市面，梗係個價錢要高要好啲啦。如果你話比個市面個價錢仲低嘅，咁我諗任何人都冇咩興趣啦。呢樣嘢就，如果連價位都未出到嘅，咁你又話要啲業主應承去配合收購嘅，咁我諗呢個就一定唔合理啦。市建局又話，根據舊年10月嘅初步估算，成個項目嘅發展成本大約係17億，預計將來會發展成為樓面面積18萬尺嘅商貿樓宇，最快會喺2019年落成。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內地舊年經濟增長7.8%，符合中央目標。緩中趨穩，穩中有進。連續7個季度放緩之後，內地經濟增長再度加速。舊年第4季經濟增長7.9%，比市場預期高。2012年嘅生產總值接近52萬億人民幣，創歷史嘅新高，增幅係7.8%。雖然係自99年以嚟最低，但係高於去年初中央7.5%嘅目標。統計局認為回升勢頭今年會延續，但係結構轉型之下，過往超高增長不再。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從過去10%以上2位數增長，回落到7到8的這樣一個速度，很可能是符合經濟的階段變化的客觀規律的。匯豐預期內地今年經濟增長可以達到8.6%。中國大陸經濟已經見底回升，而這種回升的這種是這個態勢呢，仍在進一步的加速。我們預期這個態勢呢，仍然會在今年會維持下去，所以說全年可能會有一個8.6%的一個經濟的平均的一個增速。統計局亦都首次公布全國居民收入嘅堅尼係數，由08年嘅0.491降至舊年嘅0.474，連續4年貧富差距收窄。統計局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唔單止係將人均收入同經濟增長翻一番，而係要將城鎮同農村居民嘅人均收入分配得更好。無線電視記者陳正樂報道。日本全日空波音787客機日前機艙冒煙，初步相信係主電池過熱導致。美國專家組正係協助調查。由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以及波音公司組成嘅專家組到咗日本4國高松機場調查全日空一架波音787客機喺飛行途中冒煙嘅事故。
呢架內陸客機星期三由山口縣飛去東京期間，駕駛艙儀器顯示電池故障，喺起飛45分鐘之後緊急降落高松機場。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成員帶美國專家上飛機，仔細檢查機艙內嘅儀器。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早前喺初步調查中發現，客機駕駛艙裡面嘅主電池內部碳化變黑，洩漏電解液，重量減輕咗5公斤，認為係電池過熱導致。有調查人員更加話，有強烈腐蝕性嘅電解液流出機身外面。有專家指出，波音787客機使用嘅鋰離子電池流出電解液，可能會導致其他系統短路。呢一種電池係喺日本生產，供應商已經派工程師協助調查。現時除咗日本同美國之外，歐盟、印度同智利嘅民航部門亦都紛紛向波音787發出禁飛令。歐洲唯一擁有787客機嘅波蘭國營航空公司，來回華沙同芝加哥嘅夢幻首航變成單程停航之旅，航空公司考慮向波音索償。無線電視記者張敬之報導。被褫奪7屆環法單車賽冠軍嘅岩士唐公開承認服藥禁藥，佢話如果冇藥物，冇可能贏到環法賽。Did you ever take banned substances to enhance your cycling performance? Yes. Did you ever use any other banned substances like testosterone, cortisone, or human growth hormone? Yes. In all 7 of your Tour de France victories, did you ever take banned substances or blood dope? Yes. In your opinion, was it humanly possible to win the Tour de France without doping 7 times in a row? Not in my opinion. 岩士唐喺美國電視主持奧花雲費嘅訪問中向公眾致歉。I am sitting here today to acknowledge that and to say I'm sorry for that. 岩士唐話自己喺90年代開始服食禁藥，一直到05年最後一次贏環法賽為止。又話一直唔覺得有問題，服食禁藥似乎成為咗運動界嘅文化。佢承認而家先至致歉係太過遲，亦都明白到支持者會感到被背叛，佢會努力挽回自己嘅誠信。世界反禁藥組織主席費伊認為，岩士唐誠信破產，要為自己嘅所作所為負上全責。美國反禁藥組織早前發表報告，指岩士唐服用禁藥，其後國際單車聯會決定褫奪佢7屆環法賽總冠軍嘅榮銜，同埋罰佢終身停賽。國際奧委會亦都已經要求岩士唐歸還2000年悉尼奧運嘅銅牌，預料岩士唐仲會面臨多項嘅法律訴訟。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報導。新聞報導完啦，再見。